如果你在野外遇见这种植物，不妨好好了解一下。它就是在两广地区认知度特别高的广防蜂。小时候经常遇见它，现如今已经很少看到了。如果你有幸遇见，请你珍惜吧。广防蜂为唇形科广防蜂属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它的叶子看起来像紫苏，叶背面叶脉特别清晰。它的花淡紫色，像一个个张开的小嘴唇，并且分层开放，所以形似宝塔。它有好多地方名字，如土藿香、落马衣、白紫苏、魔草、排风草、驱蚊草等。广防蜂全草入药，是民间常用的一种本草。夏秋两季，一些有经验的老农经常把它采回家，用剪刀剪成小段，放到竹筛晒干备用。你们家乡还有广防蜂吗？